银兄啊，你讲最新个客人直接讲话，安尼无啦？我要哪会知呐？啊，最新的明明安尼甲我讲啊。了了，是有啥物代志是？爸，阮调到阿爸，毋知走去倒去啦，阿母嘛失踪安尼。啊，客人敲电话甲我讲最新哦，知影调到阿爸伫什么所在啦？啊，要阮直接烧等啊，阮来都无看因两个人啊。啊，你啦，因两个吼已经走去约会啊啦。银兄啊，即摆什么时阵啊？你搁滚生笑？俊生甲庆兰是走去倒啦？啊，对啦，俊生的代志哦，秀华一定会知影。咱赶紧来问伊。好，好。秀华，我问你咧，俊生到底甲庆兰带倒？俊星，当你找俊星是要创啥？你还搁咧地青啊？妈，是安尼啦，客人敲电话讲最新知影我调到阿爸伫倒位，啊，阮小伫外口烧等，毋过阮来的时阵拢无看到迄人。爸爸的意思是讲哦，你可能知影最新伫什么所在，伊毋才会甲你问。奇怪啊！大俊星也无甲讲伊要去倒位对无？伊大母人大母种啊，等伊行到倒位，敢着甲我报告？你使哦？你爸，莫安尼啦。那即摆是安那？我讲我毋知，你要甲我拍死？妈，假使你真正知影什么消息，拜托你甲我讲好无？我调到阿爸，伊有老人戆代志，假使伊若什么意外，我做囝人是要安怎？妈，请你体谅，我调到阿爸年纪已经啊侪岁啊，别搁受什么风波啊！妈，我食到遮大汉，我毋捌甲你要求过啥，我拜托你，假使你若知影。你甲我讲，就算讲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啦，妈。拜托。娘娘，你咧洗创啊？起来起来！妈，伊若唔讲吼，就莫讲啦，咱家己来找。妈，我拜托你，虽然你知影一点点的消息嘛无要紧，你甲我讲好无？娘娘啊，别别，毋是讲妈无爱甲你讲，早你看恁后面。一入门就歹称情，爸伊这种态度啊，谁要甲伊讲话啊？妈，我代表爸爸甲你回信你啦，你莫生气啦吼。好啦，我甲你讲，拄则有人敲电话来通报，讲伫溪边一间黄家厝啊，有看到恁添狗吧？溪边的黄家厝啊？妈，多谢你哦。娘娘等我啦！秀，你实在够恶心的。你明明知影牵挂伫什么所在啊？你还可能甲明龙调古董？你足奇怪呢！我不爱讲，你要骂我；我若讲，你讲我调古董，嘿，莫上调来上哦！我警告你哦，上介好添到后壁无啥物代志，万一伊若有啥物三长两短吼，我绝对无放你煞。恁去拄啊看好阿兄啊，倒饼啦！哎呀，你是臭面人，你无听我咧叫你哦。迄鸭拢袂大呢。啊，我来倒我青菜好食。拜托，坐咧，你莫有别走无？这鸭吼，3年无饲嘛，袂枵死，哪来装小的？你骗小的哦！我饲鸭饲几世人，我比你较唔捌哦。这鸭拢饲袂大，啊，我起一边，我来倒。哎呦，点坐啦，较乖咧啦。哦，我要放尿啊！真系搞屎搞尿啦！紧出去放啊！啊，住内底放啊，臭着破样样，出去啊，外口电条啦。我出去放哦，废气啊！我住内底放落啊！走，较紧。出去放哦。对，爸爸。你鸭较顾好啊！好啦。啊，不啰嗦的，真小的。紧来啦！啊！稍等下啦，添口这个是伫倒位？你要到伊啦！你头前迄间旧厝仔啦，紧来，行。阿爷，你若咧困啦？啊，添够咧啦！哎呦，你也去几步久啦？爱就去放尿啦。老实哦。啊，我困一醒啊，我袂当来。这录一下。啊，我知影，你讲的小鸡啊，都袂歹啊。添口这个咧？啊，伊都拄则一个酸鸭啦，啊酸到一半，讲要放尿啦，啊，唔知影放几步久，我袂当来。
啊无吼，阮两个出来去找妈的啦吼。我到底来找。别，你才坐倒。阮出来去找啦，唔通袂走哦。我若先出路，我是唔知哦。夭寿，啊，这是叫选你咧。无你是安怎讲啊？是安怎讲袂好势啊？我哪知啦？哎，就讲要放招。吼，这个老婆，叫一个人要拼，我想到浪费的。安尼是免怎样啦？咱要来用地直接好食啦。但即摆这个情形，以后可能食啦。啊，你主要毋是迄面无穿衫无相片尔，简单啦，送带我啦。啊！要强的哦！较细声咧啦，你是惊人毋知的哦。大边个等，看到我衫裤内甲绑落来时候喏，你紧拼紧加翕相。啊，你也会交差的，啊无吼，嘛记得骗做一个咧。安尼敢好？那会好啦，啊，这个所在无人行较到啦。啊，无你若无带的唔歹哦，代志你家己收煞。我啦，我照你意思去做啦，拼一拄我看卖啊！大家等啦。唔够钱啦呗？阿姨啊咧？阿姨啊吼，搁咧找啦，啊，就今日一连做这无聊啦。阿公吼，叫我来陪你咧。你是老白讲啥？哎呀，免假啊啦，但我毋是毋知你的代志啊。你有一个囝啦，啊，你哪搁去娶别人啊？规矩哦，你若来甲我斗阵哦，我嘛会甲你惜命命。你较尊重的，我来找条狗子啊！你要去对？你晓啊？你要创啥？你创啥？你根本看袂出来啊！啊，你来对我吼，三不五时啊！你慢慢无聊会波多。别叫啦！你这查某，你真是甲你要死嘞！你敢唔惊我无命？我都唔惊你死！你帮我来，你帮我来！来，我来应付。你家己过来。有听无？你秒！快走！快走！阿弟啊，你是咧起笑就想臭死啦！你咧起笑，我咧起笑。哎呀，甲世界人要落地啊！好啊，阿弟啊，你竟然对付一个短条的查某人，你竟然动刀，我有睇到大人生意，你是要做见笑的你啊！就是要往这边抬，你想无？我想要抬我不要啦，放开啦！我们不来呀，放开走啦！你连踩都想，说吧啦，放过来！不想你太久，你讲是不讲？阿弟，阿弟。阿基啊，你袂去死啦！阿基啊，你袂去死！阿基啊，你袂去死啦！阿爸，你那不是我抬，那不是我抬啊！阿爸，无半只，我走了啊！点到这啊？原来你伫遮哦！紧对我来等。你是？我是小鸡啊啦！点到这，你紧对我转来去，啊若无歹人会掠来。歹人？啊，我的阿龙去哦，歹人掠来去啊！啊，我徛底无半只啊！啊，我的老本去了了啊！点到这啦，莫管遐尼济，咱紧转来去，啊，才去找人吼，紧！阿母，阿爸，明了，明良，阿爸，阿母，啊你来伫遮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姨甲因朋友骗我来遮，讲老话头转来，咱紧来走啦！会见你，你先带我阿爸跟阿母转去，我来看嘛。袂用的，你袂用去，你紧来等，我不带，那不是我带。阿姨姐，阿姨姐。阿姨这个是安怎？今仔日果伊无杀人啊？我伫迄边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带我阿爸跟阿母转去好。哦，明了，你快点去啦！紧来等啊！来明了，来，你阿爸，我进出去，
就无看到伊个人影。真是，你讲阮阿爸伊毋是凶手对无？咱紧离开遮啦，这样代志警方自然调查，你若是凶手，怎有警方来判断？什么会变安尼？为什么会变甲安尼啦？来，你较冷静下啦。小等，联络我来啦，咱先离开遮啦。准讲联络若甲你问起，你绝对袂当讲你看恁阿爸。为什么？因为凶杀案一定要有物证才会当成立啦。我已经家己都等你徛底啊，所以只要你阿爸家己莫讲，伊就绝对袂向判。安尼是违法的呢。你是读法律的，敢讲你毋知你安尼做嘛是犯法的？准讲迄是家己我去做，我干嘛犯法？我爱你知影，为着你，什么代志我都愿意做。我爱你，所以连恁阿爸，我也无爱互伊受到伤害。哥，你安尼做，你的良心敢会得过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啊，也毋过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决定。庆兰，庆兰，庆兰，奇怪咧，我拄则看到恁阿爸，啊，伊伫讲我无杀人，我无杀人，这是安怎哈？我毋知影。你毋知影？庆兰，恁阿爸的命运，即摆就看你决定啦。水姐，庆兰，奇怪，什么代志啦？迄个人咧死个呀哈？我毋知影，我毋知影。庆兰，别我，庆兰甲我来时阵哦，阮都已经发现内面有尸体啊，伊啥物都毋知影，你莫搁逼伊啊。他讲你知影所有的过程？我嘛毋知影，咱先来去报警啦，这应该是警方爱做的代志啊。阿金，莫烦恼啦，先坐落来等啦。若有啥物代志吼，明良处理好势，伊会转来啦，吼。阿母，明良，迄个人安怎？迄个人已经死啊！是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伊要欺负我，我随手拿一支茶果甲讲头干呢，不可能！我毋是要讲的，我毋是钓鱼讲的。阿母，阿母，你较冷静啦，阿母。我甲你讲，我有甲检查过啊，虽然伊头壳顶有伤，但过伊的致命伤是你不倒，而且我现场拢找无凶器。我咧想，可能是凶手甲凶器炸中，这件代志可能甲阿姨姐有关系。阿姨啊，大姨要创啥？阿母，这是我咧猜测而已啦，咱拢无现场看到林玉白讲。啊，若是安尼，阿喜姐哪会讲伊无杀人啊？伊若甲命也无关系，伊要哪安尼讲？仁兄，这件代志警方自然调查得真清楚，你哦是要死去叫后白讲的。竟然拢叫我莫后白讲，历史敢若足教话共款。阿母，阮听到阿爸咧。伊敢若足忝的，我已经回去房间休困啊。我知影，你一定想要问伊当时的情形，我佮妍妍拢已经问过啊。对啊，伊啥物拢嘛毋知影，干那知影阿的代志尔。那呢，一定要找到阿喜姐啊，甲问好清楚，才知影代志到底是安怎。阿母，明仔载我着要去一间律师事务所上班，添到阿爸的代志，才拜托你甲照顾者。拜托啥物？照顾恁添到爸是阿母的责任。对啦，阿母。另外，阮世明爸爸若来找你的时阵吼，你莫一直甲拒绝啦。人讲阿某做袂成，做朋友嘛会用伊啊。阿金，莫去阿姑遐啦，来阮兜啦。那阮妈妈一直讲吼，伊要请你，啊，搁有添到爸啊，啊，搁有免着食饭哦。食饭哦，每一工拢通食啦，后摆再去讲啦。阿母，无我来病院看卖，看阿姨姐有去找阿姨姐嘛。要去找庆兰，就讲一声，理由一大堆。仁兄，我甲阮阿母你讲正经代志，你莫咧插嘴好无？阿金，
恁两个哦，若见面就安尼搭喙讲啦。妍妍，等下再甲恁妈妈讲谢谢啦。连讲哦，我阿金哦煮一寡菜，再请你甲妈妈来食饭，好。好啊好啊，安尼阮妈妈吼一定足欢喜的。哎呀，讲到恁这囡仔老，你到底是咧办啥代志啊？啊，无甲一摆成功的啦。阿哥，你莫生气啦。这个小姐的代志虽然讲无成功，也毋过庆兰吼，以后无听我的名字啦，安尼嘛当算讲是成功一半。照你看，迄个阿喜会走去倒去啊？万一若是走倒来，甲咱威胁是要安怎？袂啦，伊无即个胆啦。而且我有自信吼，伊绝对倒袂出我手点心啦。总讲我若叫了无毋对，毋免偌久吼，伊就会来找咱啦。啊，只要互伊钱，啥物代志拢嘛好解决。而且吼，我拄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叫他庆兰叫我。吼，你这个囡仔，你算跋得咧食钱哈？吼，啊你成功啊，阿哥有代志是要安怎？尊生啊，后摆间病院是要有你经营的啊。啊，恁高长是一个真优秀的医学博士，咱毋管安怎讲，一定该将伊留落来经营的嘛。我知啦，伊嘛是一个条件真好的翁婿，你若无伊阿哥你的个性吼，没有可能爱想尽办法，甚至委屈你家己去要甲留落来。我的个性，若毋是上好，我绝对不爱甜。既然若是我的，别人拢免想要抢走。春生，你家苦倒想一个办法，我袂用这么简单就放你缩起啊煞。哥，也毋过即摆发生遮尔大代志吼，我想小琪阿姨以后一定做小心的啦。也毋过吼，你免烦恼啦，你搁等几工，我绝对会互你满意。小琪啊，你赶紧倒转来。高长，小琪啊，你赶紧倒转来。我啥物货拢无爱，毋过吼，我袂使无小琪啊啦。小琪啊，少讲一款。阿嫂啊，安尼莫生气啦。啊，阮阿兄吼毋知啥物代志，啊早叫我遐着去啉酒，我看伊安尼烧酒醉吼，就赶紧送伊转来啦。阿哥啊，真歹势吼，啊你若遐心情无好，煞来连累你，这拢是我这做某囝毋好啦。这哪会怪你呢？啊，我本来就是爱安尼互相啊。吼，啊，阮阿兄的个性吼，较想袂开啦，你莫甲见怪呢。哎呦，啊俊生啊，啊你也走来伫遮哦，有时间嘛来我厝里坐坐咧。好啊，反正吼，连讲无一定爱请你做媒人咧。有影哦，啊你是讲，啊你有对象啊呀？这样代志吼，暂时保密啦。我先带阮高长来房间困啦。高长啊，来啦。哎呀，你莫甲我吵啦，我无醉啦。小琪啊，啊你也伫遮哦？小琪啊，拢是我唔好，你原谅我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这时间讲永远。小琪啊，拢是我唔好，你原谅我，你莫离开我好不？小琪啊，小琪，你真怪我嘞！小华，啊你来拍我？我怕你，我甲你拍真心啦！你甲我看清楚，我是马秀华，我毋是林小琪。我无当搁再啉奶，你大摆来啉烧酒醉，你若那无法小琪的，你甲我看清楚，看清楚！哎呦，我较早啉酒醉，嘛是共款当你叫小琪的名，啊你嘛是共款接受啊，对无？我来因为讲，我来真心对待你，你若发觉小琪啊，毋是代你爱，你10年，你根本都无法度将伊放袂记。我真要甲你讲清楚，你莫阁将我马秀华当作是林小琪的影，我毋准你后摆叫我秀华，叫是林小琪。哎，高长，阿哥啊，最近，在我等下恁兜，我要世界人知影，我搁后头做人通听我，惊！阿哥，阿哥。阿兄，你看啦，阿嫂叫你去甲走转去啊啦。走转去上盖好啦，较早转去吼，我较早清心啦。上好，拢莫
转来。小金啊，阿兄问你咧，敢讲吼，爱一个人熬唔着手，